台湾话诠释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洗头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、势力、权势，足以影响大局的权柄势力。力无，你即马是外国啥人的洗头？甲亲门甲互来玩。你这会儿是仗了谁的权势来着？竟敢上门来闹事！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